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玩具人兒鷹生活呢個頻道。唔知大家對上面呢個紅色嘅 figure 認識有幾多呢？其實佢就係來自機動戰士高達入邊嘅 MS-14格魯古古。不過佢唔係模型嚟嘅，只不過係1:300嘅扭蛋嚟嘅啫。話雖如此，但係呢一個 figure 擁有好精細嘅雕刻，甚至冇比班低出嘅模型仲要精細。不過可惜，佢冇仔細咁突出佢嘅陰影，變咗咁精密嘅雕刻，仿佛就好似隱藏咗咁樣啦。今次我哋就試下為呢啲小型 figure 用滲線嘅方法加上陰影，睇下效果會點。嗱，首先我哋就清潔咗佢先啦，當平時一啲模型嘅操作方案就得噶啦。由於呢啲係軟膠公仔，所以清潔嘅時候稍為粗暴啲都得嘅。落塊洗潔精，直接揾牙刷刷啦，阻住嘅地方拆咗佢啦。係啦，一路咁清洗就可以啦。好啦，清洗完成就擺喺度吹乾佢啦。喺吹乾嘅時候，就等我介紹下呢一個 figure 嘅來歷啦。佢係來自Bandai嘅 SOG， 即係 Strategy of Gundam 呢一個1:300嘅扭蛋系列。而今次呢一個格魯古古就已經係第6彈嚟噶啦。呢個系列出咗名，設計精良、前衛，同埋佢嘅 detail 相當豐富。好，言歸正傳，我哋滲線主要都係用翻田宮嘅滲線液啦。滲線嘅方法好簡單，將要滲嘅地方塗上滲線液。其實與其話佢係滲線，愛嚟做陰影嘅話，都只不過係呢一啲滲線液嘅一半功用嚟嘅啫。一半？咁另一半係做咩嘅呢？另一半其實係做 radar 嘅效果，即係我哋一般叫做舊化。即係嗰啲好似流水痕咁嗰類舊化效果咧，都可以用呢啲滲線液嚟做嘅。嗱，我哋而家就用2個嘅部件，一個上咗滲線，一個冇上，明顯地滲咗線 detail 就出晒嚟啦。其實落滲線液嘅時候冇咩技術可言嘅，總之記住要滲線，又或者有挑黑嘅地方，你塗落去就可以。或者有啲人會覺得滲線液喺啲坑位嗰度一路咁滲過去，成條黑線出晒嚟嘅時候，有一種好爽、好治療嘅感覺啩。不過我自己就覺得，與其花太多心機去做啲無謂嘢，不如就咁直接塗咗佢，做咗嗰個基本效果就得㗎啦。事實上，當你一陣間掃走嗰啲多餘滲線液之後，其實效果係一樣嘅啫。話咁快，全部嘅部件滲晒啦，咁跟住點做呢？以前喺香港就會用翻田宮嘅 X20 Thinner 去清洗滲線液嘅。不過嚟到英國，田宮嘅產品就冇咁容易喺市場買到，於是我就用利華嘅 ColorMix 代替啦。佢勝在喺市場直接買到，方便好多。處理嘅方法好簡單，
我哋預備定一啲棉花棒、紙巾，不過最好就唔好甩毛嘅。我哋就用棉花棒濕一啲 thinner，直接喺頭先上咗滲線液嘅地方洗刷就得㗎喇。你會見到成個效果可以好顯著嘅，或者你操作嘅時候有機會意外地將一啲想滲線嘅地方都洗甩咗，不過唔緊要，重做就可以㗎喇。目的就係做到你期望嘅效果就得㗎喇。至於有咩技巧要注意嘅呢？其實係有嘅，不過就留返畀啲模型導師講啦。我唔會喺呢度搶人飯碗嘅，話咁快就搞掂啦。洗刷清楚，留返滲線嘅模型部件，大抵就係咁啦。覺得做得唔好嘅，又係嗰句重做就得㗎喇。組裝返之後，成件模型就係咁㗎喇。我哋明顯見到成個模型嗰個立體感增強咗唔少，不過可能一啲深色嘅位置效果未至於會咁顯著嘅。當然，深色嘅地方要點樣達至立體感，就唔係靠純滲線嘅，有其他模型嘅技巧喺當中，不過就唔係今次要討論嘅話題啦。今次就講住咁多先。如果你喜歡我嘅片，就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Comment 啦。下次見。